各位大家好，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 BBC 中文5月16日 topic 爆發60週年，學界詳細解釋被掩蓋嘅文革真相，集體殺戮。歷史事實同大量學術研究顯示，共產政權嘅國家每一場運動常常都係伴隨着可怕嘅政治暴力同埋集體殺戮，包括國家嘅恐怖、清洗、鎮壓、強制勞動、饑荒導致大規模等死亡。半個多世紀前發生喺中國嘅文化大革命亦都唔例外。然而，文革時期極端暴力同埋集體殺戮係一段極力被扭曲同埋掩蓋、世人所普遍忽視嘅歷史。近年嚟，隨着文革資料嘅收集同埋研究嘅深入，呢一段鮮為人知嘅集體殺戮歷史亦都開始浮現出嚟。呢啲研究不僅對文革時期嘅死亡人數有咗更接地嘅一啲估算，更有助改變人們對文革嘅一啲錯誤認識。文革時期造成嘅死亡最多唔係人們最熟悉嘅批鬥，而係基層發生嘅血腥集體殺戮。今年係中國文化大革命發起嘅60週年，結束50週年。BBC 中文特別採訪咗宋永毅、蘇陽同埋程影紅呢3位學者對呢一個現象深入嘅解讀。其中，宋永毅認為文革唔太可能重現，但作為一種極端嘅政治文化，文革仍然喺度進行。蘇陽則就講，人們要時刻警醒。講起文革中嘅暴力，文學影視作品通常都出現係文革紅衛兵同埋造反派嘅批鬥場面。然而，呢啲連隨着文革絕密檔案嘅公開同埋研究嘅深入，一啲海外華人學者亦都發現，文革時期嘅大部分死亡唔係因為源於批鬥，而係至今被中國政府竭力掩蓋嘅集體殺戮。呢一場殺戮往往發生喺基層同埋農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文革研究學者宋永毅介紹講，過去10幾年，一啲機密嘅檔案同埋集體嘅殺戮資料陸續被帶到海外，公之於眾。如廣西嘅文革同埋湖南道縣嘅機密檔案，以及好似何青年、余樂文、譚合成、鄭義、啟之等人調查報告同埋民間記錄。喺2016年同埋2017年，宋永毅、程學同佢哋嘅團隊收集整理、編輯廣西文革機密檔案同埋續編湖南道縣同埋周邊地區嘅文革大屠殺機密檔案呢啲資料，包括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者嘅資料庫陸續出版。文革中嘅大屠殺先逐漸為世人所知。之後不斷有新嘅歷史資料出現，證明文革中嘅大殺戮事件係有存在。據1984年廣西自治區駐維辦嘅統計，全區有名有姓死亡嘅人數為8.97萬人。官方核實武鬥致死只得3000至4000人左右。約95% 以上嘅死者喺非武裝衝突下被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同埋槍殺。呢一啲廣西文革屠殺最顯著嘅特徵，亦都係文革時期集體殺戮最典型嘅代表。目前鮮有聲音質疑呢啲民間史料嘅真偽。最令人震驚嘅係武宣、武鳴等呢啲縣發生咗非饑荒背景落嚟嘅人食人現象。全廣西約有30個縣市發生過呢類事件。官方機密檔案、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記錄有名有姓或者統計被食者至少有302人，亦都有民間調查只有名有姓被害人為420人。參與食用或者殺害後剖腹取乾嘅人數估計有成千上萬嘅人。然而，官方嘅組織調查同埋統計始終處於保密狀態。
宋永毅講，文革中有咁樣嘅大屠殺，至少有11起，大約分為3類。第一係軍隊對平民嘅直接殺戮，如青海軍區1966年2月23日佔據咗青海日報嘅818，造反派圍殺，同埋1975年春軍明軍區對沙甸回民嘅平叛。第二種就係階級滅絕殺戮，由基層嘅武裝部軍人、黨組織、基幹民兵對所謂嘅四類分子同埋其子女屠殺。第三種主要就係針對少數民族，如內蒙古刮心坑內人黨，對成千上萬嘅蒙古族群殘害，亦都係典型。有時呢3種類型都混合出現。陸永毅講，原發性而論，杜縣嘅事件爆發時間更加早，喺1967年嘅8月，而廣西、內蒙等地大屠殺一般到1968年中先有大規模發生。史丹福大學社會系魏坤德講嘅學術團隊亦都建立咗縣志資料庫，1998年至2010年，通過對2200幾本嘅地方志進行大規模嘅量化處理，建構大規模嘅資料庫，揭示咗文革動盪全國時空嘅演變，成為研究文革基層政治暴力嘅基石。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蘇陽當時從於魏黃德，佢不僅係呢個資料庫最核心嘅成員之一，而最早利用資料庫嘅資料對文革進行咗研究嘅學者之一。其成果就係享譽學界嘅《文革時期中國農村集體殺戮》一書。蘇陽利用咗1530本縣志同埋大量嘅田野調查同埋採訪，分別咗分析廣西、廣東、湖北3省嘅農村集體殺戮嘅動態過程同埋發生嘅機制。蘇陽講，縣志由地方政府編撰，亦都由官方出版，所以其中有關文革嘅暴力記錄偏於簡略，甚至隱瞞。即使如此，根據廣東、廣西2省嘅縣志整理出嚟嘅圖景，亦都係觸目驚心。通過數計同埋統計嘅模型進行咗文革，亦都進行咗文革研究嘅一個優勢，係可以更精準地講集體殺戮進行嘅描述。如其中一個廣為人知嘅成果，就係對文革死亡人數嘅估計。文革死亡人數一直係2個廣為流傳嘅說法，一個係當時中共中央研究室1984年編寫嘅內部資料估計，文革10年非正常死亡嘅人數為172.8萬人。另一個經常被引用嘅時任中共領導人葉劍英嘅講法，文革中有超過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佢嘅講法亦都冇辦法通過官方途徑考究。基於1530本嘅縣志中提供嘅資料，蘇陽同埋魏黃德教授估計算出，文革中農村嘅死亡人數係有492000人至190幾萬人之間。基於2213個縣市志，魏黃德亦都估算出1966年去到1971年間死亡嘅人數為1966年至1971年間死亡人數係110萬至160萬，直接政治迫害受害者為2200萬至3000萬。同時，來自呢啲縣志嘅數據亦都清楚咁顯示，集體殺戮席捲全國，尤其係廣西省同埋廣東省。
呢兩個省份超過半數縣曾經發生過集體殺戮。縣志亦都顯示集體殺戮嘅時間亦都可以推斷出文革中絕大多數嘅死亡係由於殺戮而非批鬥同埋武鬥所致。宋永毅講，發生喺中國文革中呢10幾起嘅大屠殺慘案，冇一個唔係各級國家機器嘅行為。呢一點唔係話好難理解，因為共產嘅中國係一個高度集權嘅國家。喺文革中，凡動用一個排以上嘅兵力，都必須由中央軍委甚至當時主席毛澤東嘅親自批准。如中共黨內關於廣西嘅大屠殺機密文件亦都承認廣西殺人係有領導、有計劃咁進行，殺人唔係話喺非武鬥嘅情況下被個別或者集體加害。當然喺每一個集體殺戮嘅事件入邊，施害嘅國家機器嘅級別、層次同埋佢哋發揮嘅功能稍有不同。有嘅係直接策劃同埋組織，有嘅係積極參與，有嘅係縱容預設。宋永毅講，佢講，哪怕係廣西文革中出現嘅人食人狂潮，甚至係根據機密檔案嘅記載，絕大部分嘅食人案不僅係代表中共國家機器嘅嗰啲人親力親為，呢啲亦都係佢哋推波助瀾嘅直接後果。對於人食人嘅風潮，間接支援同埋直接縱容來自權力更高嘅層面。儘管毛澤東同中共嘅領導集團從冇支援過食人，甚至亦都反對極端嘅暴力指示，但係佢哋仍然難辭其咎。對宋永毅從國家政策、高層政治角度分析文革集體殺戮嘅唔同係，蘇楊則選擇從社區視角更為動態同埋微觀地睇文革時期嘅集體殺戮。來自國家嘅支援如何令到普通人都成為殺人者呢？集體殺戮點解會喺嗰個時間發生呢？蘇楊認為呢啲集體殺戮事件喺特殊情景中出現，而唔係預先策劃嘅結果。國家政策影響係間接。我提出嘅社區模型亦都係冇中央政府明確嘅滅絕政策條件下，滅絕殺戮仍然可能發生。即所謂鄰居殺鄰居嘅現象，呢一點文革農村嘅集體殺戮顯然更加明顯。然依此模型，進而可以對歷史上重大嘅屠殺事件揾到新嘅發現。佢講，比如希特拉喺德國好多嘅迫害同埋殺戮，其實唔係國家組織進行，而係公民自發而為。盧安達嘅屠殺雖然有政府嘅號召，其實施過程亦都發生喺基層社區。鄰居撲向鄰居。喺具體分析廣西同埋廣東兩個集體殺戮嘅發生機制時，蘇楊指出，文革時期劃分階層敵人、激勵潛在嘅行兇者以及法律解體幾乎係一個全國普遍現象，亦都係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就不斷推進嘅進程。佢講，比起其他嘅地方，廣西省同埋廣東省仲有兩個其他省份冇進程。一個係獨特移民嘅歷史，呢個令到兩省人沉浸喺濃重嘅宗教族同埋相互競爭嘅文化之中。呢一點為其進程發揮提供咗強大嘅基礎。另一個進程就係兩省顯然深入嘅戰爭狀態建構。派系間嘅暴力事件喺呢兩個省延續嘅時間都幾長，為咗結束暴力局面，亦都加速新省政府嘅權威建立，國家高層領導人亦都可以強化咗處於領導地位派系編出詆毀對手嘅陰謀論，呢個大大激發咗運動進入戰爭嘅狀態。呢啲係點解呢兩個省集體殺戮都尤為駭人嘅原因。對於新嘅中國歷史運動進行咗專門研究嘅宋永毅發現，文革時期嘅集體殺戮亦都係時期政治暴力極為相似。毛澤東依靠政治運動治國，但係對於大規模嘅法外嘅集體殺戮，
毛澤東嘅策劃參與亦都採取咗縱容態度，只有兩個，即係作為毛澤東時代開端嘅暴力土改運動，同埋作為毛嘅時代最後一場政治運動嘅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哋對於呢兩場政治運動中嘅大屠殺做一個粗淺嘅比較研究，就可以非常清晰咁發現兩者嘅源流、對象、人式、方法呢啲方面血脈相連同埋驚人相似。喺土改一樣，文革中最大規模嘅幾次集體殺戮就好似北京嘅大興慘案、湖南道縣嘅大屠殺事件、湖南邵陽嘅黑煞風血案、廣東同埋廣西農村大屠殺以及江西瑞金嘅民辦槍擊事件都發生喺中國農村，都形塑於土地模式。特拉華州立大學程映紅教授將文革時期為集體殺戮視為指標嘅殺戮失控。據宋永毅嘅資料庫裏檔案，毛澤東對鎮縣反殺人比例指示嘅記載：1951年4月20日，毛澤東俾中共中央西南局發電報，對當時嘅鎮反運動，即係反革命運動，達明咗一個好清晰嘅指示。關於殺人嘅比例，中央2月已確定咗1/1000，先殺一半，再睇情形再辦。而家西南已經達到呢個1/1000，中南同埋華東呢啲省份已經達到1/1000，有啲地方甚至係超過1/1000。睇嚟要解決問題，華東、中南、西南呢3個地區都必須超過1/1000，亦都唔好太多。程映南亦都指出鎮反運動中出現嘅1/1000呢個比例同埋指標，就好似幽靈咁出現喺新中國嘅早期政治暴力中。按指標殺人亦都唔新鮮，喺蘇聯時代就有。斯林鎮壓配額嘅計算，亦都並非完全由中央憑空偽造，而係通過一種自下而上申報、自上而下嘅批核嘅互動機制，極其冷血地計算出嚟。咁樣中國嘅1/1000又點樣嚟呢？喺1925年底去到1926年初，毛澤東先後發表咗3篇嘅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嘅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嘅分析及對於革命嘅態度，同埋國民黨右派分離嘅原因，以及對於文革前途嘅影響。程映紅講，佢發現喺1920年代中期嘅毛澤東文章中指出，中國農村極端反革命分子嘅人口比例喺1950年代初全國處決於指標完全一致。然而吊詭嘅係，呢3篇嘅文章只有中國社會各階級嘅分析喺1951年嘅收入毛澤東選集嘅第一卷，但經過大幅嘅刪改，尤其係拆除量化人口嘅比例數據。另外2篇長期沒嘅收入毛澤東選集，其中國民黨右派分離嘅原因以及對於革命前途嘅影響，遲至到1993年才收入嘅毛澤東文集嘅第一卷。而農國農村中各階級嘅分析及佢對於革命嘅態度，而官方正式選集同埋文集中嘅始終全部收文在錄。程映紅講，毛澤東嘅早期高度量化嘅階級分析喺1949年後全部消失，然而其量化思維卻貫穿喺新中國嘅政治運動中。當時冇任何嘅機構展開過全國性嘅人口結構調查。毛澤東嘅呢啲數據又點樣嚟呢？但係毛澤東出於某種原因，亦都冇注明資料嘅來源。更有可能嘅情況就係幾位歷史學家只係推測啫。即使呢啲係數據係毛澤東根據當時常識作出估算。程映紅講，呢啲量化嘅模式不僅大大減輕咗殺人者嘅道德壓力，更而成為一種隱形嘅政治公式。似乎殺戮成為咗實現某個政治目標必要嘅手段。對於好多原本對殺人猶豫不決嘅黨國基層幹部嚟講，指標進一步令到佢哋對已被黨意識形化、正當化嘅謀殺行為變得麻木，同時亦都佢哋嘅任務變得比執行呢啲強制性卻往往措辭模糊嘅命令更加機械同埋簡單。喺呢個意義上講，指標最初可能被一啲人視為壓力，但後嚟卻視為帶着解脫心情嘅接受。
程英雄講，隨着時間嘅推移，地方幹部狡猾同埋政治精明不斷增長，幾乎冇任何記錄顯示省級同埋以下黨嘅組織浪費咗指標同埋控制數據。相反，佢哋甚至主動要求增加額外嘅指標。此後，政治暴力同埋集體殺戮可以講係指標殺戮嘅延續，或者係徹底失控。從社區視覺研究集體殺戮嘅蘇陽認為，集體殺戮係國家動員同埋崩潰共同作出嘅共同用下嘅結果。由於國家結構冇辦法統合各社區，令到佢哋地方性嘅動員同埋崩潰嘅社區中效果各有不同。咁呢一個可能導致社區嘅地理位置同埋組織基層上離中央越遠，越有可能經歷權威同埋崩壞嘅按照自己嘅方式進行地方性動員，亦都越有可能發生集體殺戮事件。宗族歸屬強並非伴隨地方性嘅跨宗性衝突，尤其係客家之間，而且缺少咗少數民族嘅地方，更易發生集體殺戮。蘇陽講，喺官方公佈嘅資料，比如縣志幾乎冇任何行兇者嘅資訊。喺佢進行大量嘅田園調查同埋訪談，以及他人嘅報告訪談中，一啲僥倖者、受害者嘅家人以及退休嘅幹部提供咗相同嘅答案。地方幹部同埋民兵講，集體殺戮負有直接嘅責任。蘇陽把集體殺戮嘅參與者分為3種，一啲係授權者，嗰啲係有可能亦都有能力阻止殺戮發生、選擇視而不見嘅上層階級；二係召集人，即係當地作出殺人決策嘅官員，主要係村或者係鄉鎮嘅領導，通常由佢哋嚟選擇受害者，然後組織安排殺人事件。喺一啲個案中，縣級領導亦都會參與其中。最後就係少數嘅最後就係少數幹裝活嘅人，通常係民兵中嘅精英，不僅包括嗰啲毆打、射殺受害者嘅人，以及嗰啲直接下令實行殺戮嘅人，亦都包括嗰啲步行中進行協助同埋教唆嘅人。冇佢哋，事情唔可能發生。蘇陽講，呢3種人全部都係無時代嘅普通人。普通人嘅概念來自德國2戰種族大屠殺嘅研究。呢一個普通指係冇心理毛病、居家過嘅日子人。但蘇陽講，呢啲普通人同其他大多數嘅普通人都係顯著有區別。首先，佢哋都係同國家有着聯繫，有嘅係地方幹部、民兵中嘅精英，有嘅係上層嘅官員。其次，佢哋嘅個人履歷證明佢哋對毛澤東嘅階級鬥爭理論有着深層嘅意義形態嘅信仰。第三，雖然缺乏廣泛嘅證據，但一啲殺人者似乎心理質素嘅困擾，呢啲可以由佢哋殺戮特別弱小嘅人群意願，以及有時顯示嘅就係異乎尋常嘅殘酷睇出。今年係文革爆發嘅60週年，結束50週年，文革係咪再度成為咗呢幾年嘅熱門問題？宋永毅講，文革係一場持續10年嘅政治運動。可以講係窮盡咗一般政治運動嘅所有模式同埋特點，對以後嘅政治運作方式同埋參與者嘅思維方式產生係影響必然。甚至89年嘅天安門運動參與者中，亦都有唔少其實係當年嘅造反派。如果我哋講文革作為一場針對官僚嘅階層嘅群眾運動，咁我哋認為文革唔太會重演。但如果文革作為一種極端嘅政治文化，咁我哋認為文革係而家進行緊。尤其係天安門亦都掛着毛澤東嘅畫像，依然陰魂不散。對比世界上其他屠殺側重研究嘅集體殺戮過程係多重機制嘅蘇陽提醒。大屠殺同集體殺戮雖然罕見，但係反覆出現現象，而非歷史上孤立事件。即使喺同一個國家政策下，唔同社區嘅暴力程度、參與模式嘅差異巨大，受地方領袖、社會網絡、機會結構同埋中央控制嘅隔離度嘅影響，普通人都可以成為加害者。人類需要時時刻刻提醒。全文完，各位晚安。